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经过一礼拜无相见，是毋是有遮尔啊？一个愿望会当今日咱搁合作来敬拜咱的主呢？有吼，阿免。我毋知大家有用 FB 也无吼？FB 有一个功能吼，你也怎有放一寡物件去吼？有当时一年过迄一天，伊会跳出来。有当时讲2年前、3年前、4年前，还是7年前，还是偌久，伊会雄雄安尼甲你走出来讲，你某一年的迄一天安怎，你放啥物相片啦、影片啦，吼。我最近呢，吼，有收到 FB 讲，你几啊年前诚久啊啦，我放一个迄个世界的即个漫画吼，是一个。迄阵还未20岁一个姊妹吼，伫教会做司琴的服侍，敢若咱今日新辈共款吼。经过遐尼侪年，伊即摆年纪可能甲新辈也差不多年岁吼。伊的漫画是安尼啦，伫迄个 FB 走出来。走出来是安尼，大家看会清楚，看袂清楚吼，无要紧，看袂清楚。伊第一句是安尼啦，伊讲今日牧师正道爱咱讲出来讲，感觉家己亲像啥物机体，这是迄阵伊做迄天的礼拜做司琴，但是伊无你详细听听到牧师讲，想看觅咱家己每一个人咱圣经讲耶稣是咱的头嘛，基督咱的头，咱是身体用教会譬如一个人的身躯安尼伊就想讲伊是啥物款的机体咱骨头有206支嘛是毋是？毋知讲对毋对？咱的皮肤遮尔啊宽毛遮尔啊多，内底佫有一寡五脏六腑等等啦每个人拢无相共掠头来讲嘛，有目睭、耳孔、鼻喙嘴唇喙齿，遮尔济物件啦机体即个查某囡仔伊就想讲安尼，我伫教会即个当中伊是属于倒一项诶？伊就安尼讲伊讲伊逐礼拜讲爱来乖乖啊去做礼拜伊阵是囡仔，伊就乖乖来安尼爸母带伊去，佫讲你爱服侍上帝伊甘愿讲伊有细汉的时候学钢琴就讲伊来弹琴来服侍上帝。不止安尼，伊就想讲今日牧师安尼一直问，伊就想讲安尼伊到底是属于倒一项伊就画第二句顶悬画钢琴的黑白迄排键安尼伊足爱猫啦伊就家己画做猫安尼就想讲我是司琴的，我是司琴的司琴是用啥物？用手嘛用骹啦，但是伊用手较济啦伊讲我是司琴安怎乐在其中呢快乐伫当中呢，伊司琴是真欢喜呢囡仔天真无邪司琴嘛真欢喜安尼，所以呢，伊感觉伊安怎？伊是属于机体内当中的啥物？手伊讲第二讲把握上帝互咱的即个恩赐啦。伊想到讲上帝互伊即个恩赐会晓弹琴，毋是逐个人拢会晓弹琴呢调查者在座的除了新配以外啥人佫会当弹琴举手者看者？有感谢主，后摆拜你司琴好无？伊第二句话了，伊就讲安尼我敢若属于身体内底的手你教会当中伊是属于手会当弹琴，手其实会当做真侪代志，对无？你煮菜料理嘛爱手，对毋对？你拍电脑嘛爱手，其实手会当做足侪项啦好，第三句伊话啦伊话讲伊坐你迄个敢若是碰椅啥物安尼，毋是伊啦，迄是别人的款迄个伊迄个人毋知啥物人，我毋知嘛是一只猫啦，乌猫乌目镜牧师，我感觉我是目睭今日有一个乌目镜的坐喺上后壁的
目睭嘛会当传福音呢？目睭会当传福音无？会呢吼，你目睭安尼吼，露出迄个安尼足凶恶眼神吼，人会惊你咧吼。但是你啊，露出安怎足温柔的即个眼神，人会讲即个人足慈祥的，对毋对？吼，目睭吼免喙讲话，目睭嘛会当传福音，吼，目睭会当传福音嘛袂？会吼，所以咱好好用咱目睭哦吼。啊，尤其目睭手术过吼，更加吼，爱由上帝来使用哦吼。所以即个人，我毋知影即个人是毋是，因为迄当年的教会迄个阵吼，无咱在座的每一位啦吼。啊，只有2只猫啦，啊，就讲哦酷哦吼，因为即个小女生足爱猫吼，所以无画羊啊，画猫吼，逐只拢是猫。乌猫吼，离咱较早台湾、日本时代，乌猫是啥物你知无？水查某囡仔，哦，烟头仔遐叫做乌狗啊，是毋是？二叔，乌狗兄哦，乌猫。啊，阮太太吼做囡仔的时阵，因阿公讲叫即只乌猫吼，我毋知影是毋是生了水，我毋知啦吼。所以伊的查某囝嘛做画猫吼，啊，原来是阮查某囝。第四个，即个牧师啊，牧师嘛猫呢吼，目镜是白的吼。这吼。赞哦吼，太酷了吼，太酷了，真好，这值得咱来好好思考思想。所以今日兄弟姊妹，我照着这4个这个漫画，咱兄弟姊妹，咱今日吼，这第4个讲哦，每个肢体拢安怎真重要吼，人讲吼，喙疼毋是病吼，喙齿疼毋是病吼，啊疼了吼，爱人的命安尼吼。喙齿吼，敢若无重要，其实喙齿足重要，逐工拢3顿来食物件靠喙齿吼。所以逐项的即个肢体，其实是拢重要，毋是敢若手重要、目睭重要，即个骹重要，逐项拢重要吼。所以咱人啊，总有一个身体有啥物款的艰苦病痛吼，实在是吼，互咱人吼袂顺时吼。好，今日咱通过安尼的一个漫画吼，咱来。读咱拄思想，咱拄所读过即段经文吼，来思想讲耶稣甲咱讲的吼，建立基督的体吼。伊遮讲啊，伊所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养的，甲即个教导的吼。啊，不只是安尼，因为这是你以弗所书所写的。其实你即个即个哥林多前书，还是其他的经文吼，嘛有讲到讲教会即个肢体。用教讲，毋是讲干那是使徒、先知、传福音，嘛是讲牧养，还是教导、受长。我拢无，毋是安尼，我都无算，毋是哦。其实是伊安尼，只是一个点出来，讲伫教会当中，上帝互咱每个人拢有无相共的即个恩赐。毋是讲咱拄仔讲干那手、干那目睭，毋是干那安尼，佫有真侪肢体啦吼。所以遮讲的，不管是上帝互咱有啥物款的恩赐。要派互咱要来做啥物款的工，完成伊所托付互咱的。第12节讲哈，安尼做，上帝目的呢，吼，好了，无要紧来，上帝目的吼，咱拄仔讲，咱今日毋是讲吼，剩迄查某囡仔吼。讲乖乖来做咧，感谢主，咱拢乖乖来做礼拜吼。但是咱今日通过这段经文来思想讲，上帝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互你吼，啥物恩赐吼，啥物恩赐吼，咱拄仔讲到遮吼，讲上帝要装备上帝的子民吼，通做侍奉的工课吼，互咱每一个人拢有工课来做。安尼人上帝派工互咱无共款，要做无共款的吼来建立基督的体吼。基督的体就是上帝讲，伊是头，咱就是身体吼。要来建立咱这个教会吼，所以咱兄弟姊妹，咱第二堂的兄弟姊妹，咱思想看卖，咱人无多吼，但是咱人无多，共款会当来为主做工，毋是讲侪人才做代志吼。有当时吼，侪人做无代志，大家敢有同意吼？七嘴八舌的时阵，人是做无代志吼。但是咱讲，咱今日有动心的时阵，咱会当上帝甲咱做采用。我做囡仔吼，开始吼足想要趁钱吼，所以吼未毕业落去做真侪工课哦。我做囡仔头一项工课吼，
就去共即个安怎批鞋吼，去共挂鞋安尼吼，讲哦，即个卖即个啥物菜头粿还是啥物吼，啊去菜园卖人，吼，人个做事的人吼，做甲会巴肚枵对无？吼，啊无法度转去厝休困，啊你田的吼，啊就巴肚枵，咱就去甲伊话卖讲，今日啥物吼，一地偌济钱安尼，啊就趁零用钱，因为甲阿公讨钱讨无，甲老爸讨钱讨无，甲妈妈讨钱无，家己趁啦。啊来去工厂做工呢，哦，崩普雷斯，知影啥物崩普雷斯无？啊，毋知吼，崩普雷斯就一块铁啊扛去吼，啊一个帽仔甲伊搭落去，啊就啥物物件走出来，吼。铁工厂安尼吼，迄阮姑丈啦吼，阮姑丈开工厂，啊，阮老姑讲，啊无你爱等钱来，暑假来做事啦，从此开始一直打工啦，吼，打工以后吼，搁去印刷厂吼，啊做念稿啊，迄个稿啊，安那用一支棍啊，安尼夹足高的安尼吼，哦，迄阵啊安尼做几工就做袂落去，足忝的安尼，迄稿安尼念稿安尼。哇！还佫出咱的头家讲，你无加条纹吼，迄印刷吼，念的顺时，哇，工课吼不胜枚举啦。佫去送报纸，逐工4点半就起来送报纸，送250分，啊，想要送300分，趁较济，讲送袂完，爱去上课，时间袂有，吼，啊，佫真侪工课啦，啊，讲袂完啦，吼，讲完今日就免讲倒啊。我讲上帝互我做真侪工课的即个经验，每一项拢无共款。哦，每一项都无共款。啊，今日咱想讲，上帝互咱啥物款的恩赐，啊，伫教会会当做啥物款的工课？啊，我较早伫教会上头啊做工课，啊，我毋知影为啥物一开始就做司会咧，我无做招待，我嘛无做别项呢。哦，啊，安尼毋好咧，一开始就徛喺司会，上帝后来互我走路呢，离开迄间教会呢。感觉家己真贤吼，所以呢，真侪工课吼，咱上帝爱思想，互咱讲吼，咱要做工课是毋是下用啦吼？好，啊，我拄仔讲，无论如何，上帝互每一个人无相共啦，无相共，就是要来建立基督的即个身体吼，来侍奉伊啦，来侍奉伊吼。所以咱今日不管咱的年岁多也少吼，不管咱的恩赐多也少，不管咱做过啥物，毋捌做过啥物，迄拢无重要。重要是咱是毋是一个愿做的心哦。圣经有讲，人若是有愿做的心，一定有上帝意爱哦，是照伊所有的，毋是照伊所无的。你也无的阵，譬如讲，你落地啊碰子，你手伸入去落地啊，啉出来是啥？空。所以有人讲啊，你袂当互人。你所无的物件，你要服侍上帝嘛共款啊。上帝无你恩赐才能，你会当去用吗？无可能吼。所以你一定是照你所有的才会当去做。但是感谢上帝哦，上帝你圣经别人讲，上帝恩赐检测人无嘛无要紧，你有迄个渴慕的心，甲上帝求，上帝安怎？只要伊愿意，伊会当赐予咱。所以你有无拢无要紧，吼！照你所有的，就是你的才能，上帝用你愿意的。你也无的，你甲上帝较无，上帝会互你恩赐，你会共款会当上帝甲你用，吼！所以无论如何，咱有迄个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来建立咱的教会，吼，就是基督的身体。那安尼，上帝一定会意爱咱，吼，使用咱。所以我拄仔讲，我迄阵啊，拄仔初信主无偌久的阵。敢若有迄个空有迄个热心嘛，但是吼无成色。虽然成就安怎，成事不渝，败事有余安个，成事不足啦，败事有余啊。哦，所以走路安尼吼。但是上帝嘛安尼一路甲我带，害我今日变牧师。吼，迄阵啊是鼻青脸肿啊，吼，但是上帝知影，迄阵啊迄个少年囡仔的心嘛。哦，伊安尼一步步甲我引带，我嘛从来袂想到讲我有伫10年前讲，咱会变来华恩堂咧。我从来无想讲我会来华恩堂啦。
我敢若知影我的文成牧师同学伫法恩堂安尼尔，我毋知影我有一天我嘛会来法恩堂，我嘛袂想到讲伊离开法恩堂以后，我竟然来接伊的代志。所以真侪代志咱是安怎家己想袂到的。但是无论如何，今日拄仔讲，咱今日来思想讲建立基督的体，那安尼兄弟姊妹，咱来想讲，安尼我到底有啥物？我愿意互上帝甲我用无？只要咱愿意，我拄仔讲，上帝必然会甲咱意爱。所以呢，我理落来，咱每个人拢安怎无共的运数？咱俗语有一句话叫做啥物？即句话安怎念？歹歹买嘛有一步踏，敢毋是？我拄仔讲，不必定来走出来物件对无还有个另外一种叫做啥物？影片嘛走出来我今日拄仔透早嘛是有看手机啊，嘛是已经手机上映啊咧，有走出来一个影片是啥物？一只斑马，伊迄只是母马的款有两只花纹豹攻击伊的囡仔，所以迄只小斑马已经倒伫涂骹啊，一只豹呢咬了伊的即个牙后，另外一只豹伫边仔哪有安尼，因为母斑马毋知要如何是好，伫边仔一直徘徊，两只脚顶咧顿豹嘛就袂走啊，但是迄个标题叫做卖放弃，不要放弃。结果迄个影片的最后是安怎？迄个斑马无法度啊，足着急，但是伊后来安怎？两只后腿敢若马共款安尼调落迄个豹迄个豹的喙一松开走去啊！迄只小斑马呢死里逃生啦！其实斑马莫讲小斑马，大只斑马嘛是有动物家去但是我拄仔讲，歹马嘛有一步趁呢，斑马嘛有一步趁，咱人嘛有一步趁，对无？所以兄弟姊妹，有人足感觉伊足巧的、足牛的敢若最近一寡新闻定一直报迄个人红掠去关迄个人，伊一直讲我足巧的我足牛的伊到即马60几岁还搁咧讲毋是囡仔，食到60几岁嘛搁咧讲安尼讲到尾啊，即马红掠去关但是颠倒摆一寡人其实是有真有运数真牛但是伊就感觉家己食啥物拢袂晓，敢若讲有一寡少年查某囡仔，也是讲老查某囡仔拢无要紧，其实伊足水的，在座大家嘛，查某囡仔拢诚水查甫囡仔嘛足缘投的，但是每一个人你照镜就拢感觉我无水，食无好看，食歪歪，食斜斜食安怎。兄弟，因为咱逐工咧照镜就感觉你诚水诚缘投无，也是讲已经食到7、80岁啊，肉骨骨啊，安尼撩撩平平了，头毛白白啊，身材拢走精去啊，敢有水敢有缘投无？也是有，兄弟姊妹，咱每个人爱有安怎健康的形象较早牧师嘛足自卑呢尤其我早做小学生的时阵，我曾经讲过，老师叫我上讲台的时阵袂上讲台，骹落去抓呢，爬起的时阵规个面安尼红光光讲话毋知咧讲啥语无伦次，下台鞠躬安尼从小就讲上好是莫靠近即个讲台安尼哪会知即马竟然定定徛喺讲台？其实我初来读神学院要做传道人你站讲台嘛是会紧张皮皮喘呢。即马会啊袂？即马会拄啊感觉袂呢但是我拄啊讲咱人有当时想多啦想多，所以我慢慢安尼你服侍的时阵慢慢交上帝国语叫做豁出去就放互伊啦放互伊你就上帝甲你负责你就免烦恼所以我拄仔讲咱每个兄弟姊妹，咱每个人不管你家己认为有啊无尤其你认为有，你嘛要小心上帝真侪话甲咱讲，旧约圣经讲尊荣进前一定有啥物？一定有谦卑啦你伤过骄傲后来你大来
毋是光荣啊，有咧常常是甲我拄仔讲迄个比例共款，吼。但是无论如何，咱一定我拄仔讲，咱每个人一定有温数，上帝咱一定有温数，迈马一定有一步踏，吼。不止咱毋是迈马，咱是水马，吼。好，来，咱来看佫继续经文。伊遮讲安怎讲啊？最后，咱拢通对上帝的囝有一致的信仰甲明白来中大成人，吼。达到基督完全的程度，吼。咱每个人无一个人是完全人啦，吼。所以有人时讲哦，我是人上人，吼。有别项即个宗教的信仰，因伫带领迄个人，有人时拢甲伊称作人顶面迄个人，叫做啥物人？叫做上人，吼。上人是人上人，吼。不管安怎，咱人爱了解。咱人每个人拢是共款的，吼。每个人拢是共款，但咱每个人拢无外貌啦，吼。咱每个人，尤其伫信仰当中，吼，咱的明白也无一定拢相共，吼。我讲一个咧，咱人对上帝明白，吼，有人时好亲像是青梅伫毛墙共款，青梅毛墙，吼。墙真大只，对毋对？吼，咱青梅有人只摸墙，伊无看到墙生在啥物款，拄仔讲伊伫墙的即个头前，摸，摸落伊的两支啥物角，吼，墙牙啦，吼，是讲摸落伊的边，拄仔摸落伊的耳仔，是摸落墙的骹，是讲去摸落墙的身体，摸落伊的马溜，吼。每个人徛喺大墙的边仔的时阵，伊徛的位置无共款。伊去摸即个墙的时阵，后来讲，每个人你讲看卖，墙是生做啥物款？每个人就照着伊所摸到的来形容迄只墙。所以每个人形容出来墙，结果是拢无完全，嘛无相共，敢毋对？所以咱明白上帝的人，虽然咱来共经教会读共本圣经，来听共款道理，但是咱对上帝明白嘛无一定拢完全共款哦。听道甲看电影共款哦。咱听道，今日听共款一篇道，但是每个人所听到的无一定完全共款。咱有记安尼款的讲法无？因为咱时你一个心神走去吼，你无听到，你听到是别项，迄个另外一个人可能听到是你无听到的，所以呢，有阵时咱的心，有阵时今日拄啊较挖啥物的时阵吼，你会去吸收迄，是讲我即马身体拄啊咧疼，你感觉对即个医治啊迄个话语较会感受到啦，是讲你今日想要去佚佗，你读啥物的时阵吼，会较感受到。较早有一个姊妹叫牧师为祈祷，我讲祈祷啥？讲伊工课要去大陆做工课，到底是爱去无爱去？伊咧张图的时阵啦，讲牧师到底上帝的旨意是啥物？我讲你好祈祷，读圣经，上帝甲你讲话。有一天伊足欢喜走来甲我讲，上帝，我已经有答案嘛。我讲上帝甲你讲话啊，伊读诗篇啊，读到到4字啊。我必远游，我必远游煞。后来讲上帝已经甲我讲啊，我爱去大陆做工课。我讲真的吗？伊讲真的，一去半年以后转来，足痛苦，甲牧师讲，迄个头家安怎？我讲你当初毋是讲上帝甲你讲我必远游，半年转来好，我嘛歹势讲到底当初上帝叫伊去，还是讲互伊去经历即个人生工课的经验，我毋知。好，所以兄弟姊妹，我来讲，咱对上帝明白，无一定是完全相共。所以今日也甲咱讲啥？咱对上帝囝，就是耶稣基督的明白，爱慢慢达到一致的信仰，甲对伊的明白以后，咱才会大汉啦。敢若一个囡仔，一个囡仔对世事无讲介了解，但是了解以后，有阵时咱人会变世故安尼咱毋是要世故，咱是要长大，达到基督完全的程度。所以
基督耶稣伫福音书嘛，甲咱讲，咱爱安怎？咱爱完全，亲像咱的天父完全共款。为什么耶稣会讲即句话？因为咱人无完全，咱未完全，但是伊互咱一个标准来追求，吼，这是咱的理想。所以保罗伫即个所在嘛，甲咱讲，咱对耶稣的明白，咱大家虽然无相共，但是咱慢慢往相共来，来追求。安尼呢，咱就无搁做囡仔，互欺骗，编造出来一寡错误学说，甲咱影响，拖来行，飘来飘去。所以拢是咱耳孔紧，人安尼讲，咱就听；人安尼讲，咱就去。但是去了，我拄仔讲，我必眼流，伊就食着惊，半年以后就转来，所以呢，伊讲啊，咱若怎啊讲安尼来追求咱的信仰，咱反正用疼心，大家来讲真心第一大方面，咱用最头的基督掠做咱的目标，安尼咱来成长。所以呢，大家你意见无相共的时阵，要安怎？我早甲师母结婚无偌久开始就毋是讲冤家啦大家意见无相共意见无相共。少年两个拢讲拢对方较毋对，我较对安尼毋知要安怎是离好是好啦迄阵后来呢，福音传互阮互阮以后迄个传道人讲一个比如啦，伊讲夫妻如果讲安尼真正意见无相共概念中叫做水火不容，对毋对？伊讲如果水火不容嘛袂要紧，要安怎解决迄个问题？伊讲火伤旺安怎会甲水烧蒸发掉，对毋对？颠倒变啦，水伤厉害、伤强安怎就会甲火拍花。所以消防队一定要用火甲火拍花，但是煮菜一定要火旺所以呢，伊讲就用煮菜这个比如要有一个鼎，你只要甲鼎装水在内底，外口火炉烧，安尼你要煮啥物煮滚水，你叫的时阵滚的时阵，安尼你就当啉茶你也要煮菜嘛同款，安尼的时阵就安怎相安无事，所以呢，伊讲迄个比如以后伊就讲迄个相安无事，迄个鼎就是请主耶稣来做恁兜一家之主，安尼恁夫妻关系以后怎啊拄着啥物问题的时阵安怎，莫阁冤莫阁讲听看觅，请耶稣来做公亲看耶稣安怎讲所以呢过去120年前，美国有因为一个什么枪杀事件，后来发生一个运动叫做 WWJD 后来大家咧挂迄个手环用迄个 WWJD 来做一个提醒，讲拄着任何代志的时阵，小停小休一下，听看觅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是耶稣，伊会安怎做呢？伊会安怎讲呢？毋是讲我教我的意思，也毋是讲迄个人讲的，你要听歹听，无要紧，咱来听看耶稣安怎讲，伊会安怎做？安尼是毋是大家安怎退一步海阔天空？对无？大家一直往前走去，两个就相拍。所以我拄仔讲，今日你要安怎有一致的即个信仰，咱大家用疼心来讲真实。但是咱若无疼心讲真实的，有当时安怎伤着对方，伤着别人。所以讲，如果咱伫即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内底，上帝就是疼，耶稣就是疼。咱用同款的疼，大家来讲真实。咧逐方面，耶稣基督做头，做咱的目标。安尼咱来追求，咱毋是互相闹开咧求进步，咱是互相安怎鼓励来求进步。即使是互相闹开嘛无要紧，伫真实的听当中，咱来接纳，咱来听着对方的建议以后，咱伫即个教会当中，大家彼此
会当来建立起来吼。所以呢，去看下骹，佫理落起来。如果咱愿意掠耶稣基督来做头，咱才有法度达到同归于一。吼，所以我较早甲师母结婚迄几年，头仔迄几年，有当时吼，虽然两个人隔顿工拢爱上班啦，但是有当时恁知影发生啥物代志无？拢无爱困呢，讲煞才来困，讲清楚才来困，拢讲啊几点你知无？2、3点，有当时3、4点啊，好啦，爱困啊，点啊，明仔载去上班，明仔载佫讲啊，但是嘛是袂煞呢，去不两个去困了呢。初9年是安尼哦，我有一天走去重庆南路，迄阵规条拢去是书街啦，去买一本册，毋是买2本册，是一模一样的2本册，册名我袂啥会记的啦吼，叫做解决婚姻问题的册啦吼，有2本，买回我足欢喜，甲太太讲，好啦，莫讲啊，咱开一个人开一礼拜吼，来看这本册，看煞吼，咱才来个讲吼。迄阵嘛毋知影讲去参加读书会嘛，无读书会嘛，我毋知影。迄阵无，我就去重庆南路，无人甲我讲耶稣基督啊。迄阵还袂信耶稣，所以我是要找解决之道呢。吼，我拄仔讲，有人甲我讲耶稣以后，家庭婚姻改善啊，改善以后吼，即马较无咧冤家啊，无冤家足无聊的呢吼。同归于有啊，无我毋知啦吼。但是即马后来人讲，恁2个翁仔某敢若有翁某某面呢？明明就生了无相共，伊较水，我较无缘投。但是为啥人讲恁翁仔某面？可能慢慢吼，气味相投啊啦吼。好，来过来看吼。今日这段经文最后安怎讲？伊讲啊，对伊啊，对耶稣基督安怎？咱身体这个逐经节吼，互相连接吼。3支持吼，逐个机体发挥应该有的功能，吼，互规个身体中台用听安怎建立起来。拜5我参加迄个祝大会，一个兄弟讲因太太即个19号，即马10几号，今日15号，佮过家要去开刀，开啥物？髋关骨啦，髋关骨开刀啊。有一个兄弟伊就讲阮老母较早嘛开髋关节呢，因太太咧讲髋关节安怎，问讲人咧问讲髋关节是伫倒位先做啥物为啥物开刀？伊讲因婆婆较早一个无拄好安尼转个涂骹髋关骨安怎毋知受伤啊啥物去开，伊就讲髋关骨就咧形容啦2支腿啦，甲咱迄个尻川迄所在连接。伊讲迄个骨头讲有一支敢若要安讲，一支敢若螺丝安尼啦毋是螺丝啦，但是敢若伊讲螺丝髋关骨甲迄个骨盆安尼连的所在，毋知对毋对我毋知啦，伊是安尼讲啦。伊讲安尼时阵迄个当安尼才会当振动啦，人才会当徛啦，才会当行安尼啦。伊就咧讲到安尼会当安尼灵活安怎所以我拄仔讲，咱每个骨头啥物所在拢有斗阵对无？刚我拄仔你逐个练手，我毋歹势礼拜你外口火影节嘛，你外口等我问讲最近安怎好无？手术还佫会疼袂？伊骨椎嘛我讲你手术完有长高无？伊讲佫倒灸啦关节迄个脊椎嘛一对无？每个所在其实拢有一寡缓冲啦软骨啊，像啥物神经所以呢，无论如何，你也练无好势，走经就会疼，对毋对？为啥物脊椎盘会突出，还是讲会安怎，拢是走经所以今日讲，你爱有一个互相连接，才会当互相支持，身体才安尼会当振动，对无？不管是倒位所在，拢是共款。所以呢，咱每个人如果迄个功能拢有发挥，这个人就会自然就会舒适，对无？要做啥物生活拢会顺势，无的时阵安怎就会无拄好。我有前阵手安尼举袂起，嘛毋知影无安怎，为啥物举袂起？就是举袂起，就生活就无方便举袂起这堆代志足歹做所以呢，今日拄仔讲，如果咱每个人，咱拄仔上头讲的，
思想讲，上帝互我什么款的恩赐，愿意来建立基督的体无？咱大家安尼无完全，咱大家愈来达到合一的这个完全的时阵，互这个身体规个身躯自然就会大汉，用听就会当甲伊建立起来。所以今日最后这句话讲，用听建立起来。耶稣基督的身体必须爱用听，若无的时阵，用别项物件就会出代志，就会问题。所以今日咱用今日这段经文，用拄啊头啊迄个10多年前迄个少年查某囡仔，你听这篇，我毋知迄阵啊经文是啥物啦伊听了迄个道理以后伊画出来的图咱拄啊讲的这个文字讲，咱每个人伫这个彼得前书遐讲的做百般文字的啥物款好管家上帝互咱这个文字，咱无甲伊好好啊来做一个好管家，来甲伊使用，第一会拍算。敢若讲上帝嘛讲，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互一个人5000两，但是互另外一个人减3000，剩2000，佮另外一个人佮减1000，剩1000。有人的角度讲，上帝无公平，但是上帝讲的毋是有公平，上帝是公平的。上帝互你5000两的人，伊嘛要求迄个人爱有5000两的使用；互迄个人2000两，伊袂要求爱做5000两的工课，互伊2000两的工课就好。所以每个人你领受的无相共，多少无定着，但是每个人你耶稣所讲的譬如内底讲，只要你忠心，你良善，安尼耶稣一定同款的意爱迄个人。所以上帝嘛有讲过讲，互伊较侪的人，上帝伊最后嘛会要求伊较侪。互伊较少的人，上帝当然因为互伊少，要求就少。所以不管上帝互咱人侪也少，咱百般的恩赐无相共，无论如何，咱拢做好的一个管家，咱大家彼此会安怎？确实实来彼此相听，伫教会当中互相来交陪的时阵。我相信咱台语堂这个教会一定会愈来安怎，愈健全，愈来愈长大，愈来愈兴旺。所以最后建立基督的体，应该还佫有吧？佫理落去。这个图咱拄有讲过啊。最后，咱每个肢体安怎，拢足重要的。佫最后一句话无啊？咱拄仔讲的咱兄弟姊妹思想一下，你有啥物款的恩赐无？你愿意互上帝甲你用无？咱伫咱台语堂即个教会当中，咱彼此来追求，更加搁来明白咱的主。你的角度讲出来，互我即个无领受的，我会当来明白；我领受的讲出来，互你无领受的，你会当明白。大家安尼就当明白啦。咱讲咱今日即个空间来讲，我徛在即个所在看去的即个空间时，我看到大家坐伫即个椅仔后壁一个时钟遐摆一寡圣经甲诗歌谱。但是咱另外兄弟姊妹坐伫迄个所在，恁看来即个空间是看到我，只有一个讲台，只有一个麦克风，只有一个电视，只有一个电脑钢琴，后壁有一个十字架。同款是三孔伊的教室，但是咱的角度无同，看到的物件无同，对毋对？某物人如果伫咧外口无礼拜，伊探头的时阵，通过迄个玻璃，咱有当时有一个姊妹毋知影哪足稀奇，看咱台语堂，但是伊就从来毋捌入来做礼拜。有一个姊妹最近较无啦前日阵啊，我迄阵啊看伊定咧探头，想要做礼拜，我邀请伊来做礼拜嘛，无礼拜。我毋知影是啥物稀奇好奇啊。如果有一个人秘伫迄内底探头看出来佫无相共。所以我拄仔讲，我要表明的是啥物？表明的是咱的立场无共的时阵，咱的位置无共的时阵，咱的角度无共的时阵，看的就无共。但是看的无共无要紧哦。咱想过讲，福音书一本了，为什么要4本？有马太，有马可，有路加，有约翰，对毋对？拢是讲耶稣啊。
但是这4本的福音书讲的嘛，无完全拢一模一致，对无？所以有人就譬如讲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就敢若是一间厝的四面墙啦，迄个窗仔门啦，咱以马太福音看的耶稣，甲路加福音看耶稣讲的无共款，对毋对？哦，马太福音是对犹太人咧讲的，哦，路加福音是对外邦人咧讲的，等等，哦，啊，约翰福音讲的是讲上帝即个部分，等等，所以伊的重点无共款。所以咱伫大喜堂，咱同齐伫遮做礼拜，有当时啊，咱领受无共款，无要紧；咱过去所领受的灵捌无共款，无要紧；咱每个人家庭无共款，无要紧；工课无共款，无要紧。嘛，因为大家无相款，合做，咱才会更加安怎丰富啊，更加丰富。敢若讲，咱最近较无较早爱宴，哦，听讲爱宴的时阵，一人一道菜，还是一家一道菜。是毋？大家咱食落，好时啊，咱食袂着的物件，对无？无逐工拢传我早，我已经有要30-40年，阮太太的便当啊，还是伊煮的菜啊，罕咧去食外口的时阵，食落外口的，敢若外口好食，其实阮兜较好食啦吼。但是有当时啊吼，拢食袂着外口的呢。哦，最近我嘛拢定定带便当来教会吼。啊，同工咧问讲，哦，牧师你足幸哦。我讲我咧欣善，你拢食外口，因为你欣善我食内底，食便当较健康。吼，其实吼，人拢是安尼啦吼。吼，但我拄仔讲，咱每个人如果一直吼嘛，无一定是好人。敢若有人咧讲啊，某咪咱隔壁一间教会，因穿共款的衫，讲共款的话，哦，做共款的行动代志，我毋知影恁知影无？咱隔壁一间教会，警察敢若无亲像军队嘛，差不多要敢若亲像军队啊吼。啊，搁有一间教会，毋是聚会所的吼，一间教会伫那口，我最近毋知因是毋搁安尼，较早差不多10年前啊，20年前，哦，因为迄个牧师是军人哦，哦，因为教会是有军阶的呢，吼，因为当工搁穿军服呢，你有听过无？迄间叫啥物中央教会，啊，搁有旗啊呢，吼。哇！因为教会嘛，足有动力的呢。但是有当时啊，想的吼，是安尼较好，还是咱安尼较好？咱尽性袂是较再自由呢？牧师嘛无安尼穿迄个长老教会讲乌衫，迄个白的安那阴性的骨带，那个啊，这毋知啦。啊，毋是，迄嘛毋是灵节啦，迄毋知要安怎讲啦吼。嘿，迄叫做牧师装啦吼，牧师服啦吼。啊讲，咱浸信会牧师哪会拢穿西装绑的骨带？哦。所以讲，呈现的拢无共款，吼，迄是拢人的外表，迄是无重要。重要是我拄仔讲，伫迄个团体当中，有上帝听你内底无？有上帝听你内底，外在是啥物？其实迄无重点，无重要，无重点嘛。所以共款咱大义堂的兄弟姊妹，咱不管是初来大义堂，还是伫这大义堂要20-30年遮尔久啊。不管咱是过去一直有咧服侍，咱即马到即马拢无咧服侍，吼，咱思想上帝即马无论如何带咱每个人，咱现主时伫即个所在做礼拜，咱就是耶稣基督的安怎身躯的其中的啥物一部分。过去我做囡仔的时阵，听讲啊，毛肠无路用啊，吼，爱去挂毛肠啦，吼，毛肠疼足厉害，有当时啊人会安怎？严重的死呢，所以讲哦，无肠无路用啦，去挂怪较好啦。但是即马现代医学讲，咱人的医学吼，无较了解毛肠，其实嘛有某咪的功能，只是人啊医学佫无了解共款，无解较尔吼。所以呢，我拄仔讲，有当时啊吼，连毛肠吼嘛有功能呢。你莫甲我讲毛肠无功能，我毋知毛肠到底有功能无功能，有啊无？真相？毋知影吼，好，等后来医学的人去研究啦吼。但咱拄仔讲，毛有功能啊，无功能？有啊，啥物功能？散热对毋对？哦，甚至你来排毒嘛有可能呢。你莫讲迄支毛无重要，啊，凊彩甲挽掉还是安怎？吼，
当然伊自然的新陈代谢。我拄仔讲，即使敢若一支毛安尼无安怎，但是迄支毛嘛足重要的。我拄仔讲，毋是敢若手重要，目睭重要，逐项拢重要。所以咱要结束进前，你甲兄弟姊妹讲，隔壁也是较远的拢无要紧，也是该走走数，目睭该讲话讲安怎？讲啥物？你足重要的哦。台语堂袂当无你哦，你足重要，大家咱拢袂安尼反应。甲边仔讲你足重要的，台语堂袂当无你。咱讲一个过去甲未来的吼，咱过去8月17日迄个音乐会，兄弟姊妹，无大家吼，迄个音乐会吼，就毋是安尼啦。不管是服侍的、唱诗歌的人，还是弹琴的，还是拍鼓的，包括兄弟姊妹，你无招人来嘛无效，对毋对？慧英姐甲讲伊招3个呢，佫一个今日无来，咱前面讲伊本来讲要招7、8个，伊讲迄天啊，竟然讲来11个啊几个，佫秀凤姐你嘛有邀请人对无？每个人拢有功能呢。甚至讲，因为你某物原因无法度来，你祈祷为即个事工你祈祷的，迄嘛是服侍呢。正母弟兄嘛真重要呢。迄天嘛因为伊安尼甲兄哥甲妈妈有来嘛所以呢，迄天会安尼呈现，才有迄天的呈现。自从迄件代志以后啦，咱台语堂里还堂有出名呢。人讲有一个台语堂台语堂敢若个会当为主做工呢，毋是华严堂的盲肠呢。佫有听讲恁12月要去嘉义呢，虽然即马短线变做退休会但是无要紧，我拄仔讲，咱嘛毋是讲干那靠即2件代志啦。尤其牧师讲过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毋当一天甲毋是讲8月17啦迄天迄个建中嘛，你甲我提醒呢我家己嘛提醒家己呢以利亚为主有安尼成就，过长工伊就走咯。所以我拄仔讲，兄弟姊妹，无论如何，咱平常的每一天，只要咱的心是较无主咱愿意来敬拜主、服侍主，咱平时的每一天，拢会当上帝甲咱使用。检查今日。咱每个人坐伫个所在，就是咧服侍主，不只是讲今日诗会阿青，也是讲新配苏琴牧师的讲道，也是坐咧后壁苏丽姐的即个交代，还说奉刚刚的收奉献。咱每个人参加即个礼拜，就是咧服侍上帝啊。咱今日进入即个3孔的教室，人咧讲一寡助理学的同学要来。上课进前看，恁台语堂拄啊伫遐咧练习咧备班要来做礼拜。咱今日足虔诚准时10点来开始做礼拜。连伊咱煞搁要咧练习，连伊搁有团契，搁有一寡迄个练习的一寡即个训练等等。咱的行达其实就是做见证，咱的行达就是咧传福音。咱离开即个教会以后，咱生活工课日常，尤其一寡无信耶稣的人。看到咱的行为，看到咱的讲话，看到咱活出来，就是为主咧做见证。所以兄弟姊妹，咱望上帝甲咱使用无？如果你愿意，甲家己讲，迈一定有一步踏，我一定有真侪项会当来上帝甲我用。我伫即个教会当中，我毋是亲像迄个人，遐尔自悬自高，我是谦卑伫上帝面头前，但是我嘛爱看重家己。最后佫讲，罗马书12章有讲到讲，咱爱看咱家己合乎中道。咱中国上爱讲中庸之道，看得自己合乎中道，不要高抬自己，也不要低估自己。兄弟姊妹，你要肯定你家己，不要弹琴不要紧，牧师不要弹琴，我要弹吉他，
啊，迄天今日对翁仔某无来，顶礼拜甲牧师讲，因今日要带妈妈去，因伊住台中啊彰化讲要去转去故乡。迄个兄弟，迄个戴锦州啦，伊讲，牧师咧带个，无呢，我甲你欣无你会晓手风琴呢，我足欣无会晓手风琴的呢。迄手风琴迄音啊，我足袂人的呢但是讲我就袂晓，伊会晓呢，伊是小学老师呢我讲，我拜你为师好无？所以每个人拢无共款我嘛足欣无树立一个歌声足优美的，对无？伊讲音乐会无来讲咱来去两个诗班找5个人来斗一个呢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个人一定想看觅，上帝一定有要使用你的所在所以咱江老师虽然是指挥退休但是伊过去奠定的这个基础，照现在即马台语堂的诗班，对不对？搁咧建东老师的接手安尼青出于蓝胜于蓝等等加上即马搁有师母相佐搁咱前一阵开始这个陈弟兄因3个人来咱当中，虽然甲大哥默默坐咧椅安尼咧做礼拜，嘛咧服侍但是我感觉因3个人来咱台语堂以后，加入咱台语堂以后，咱台语堂嘛无共款呢搁这位是陈妈妈呀，陈姐妹嘛是因为音乐会才来，对不对无音乐会伊袂坐伫遮，敢毋是赖姐妹，你嘛足重要的呢我毋知上帝要安怎用你伫咱台语堂当中但是我相信上帝嘛一定愿意来使用你，会用你只要你搁伫台湾的时间，你敢知赖姐妹每礼拜一台中透早坐高铁我开车来台北来台语堂，甲咱同齐做礼拜，敢若这点落咱足甘心的呢？有甘心无？有诶，住隔壁佫会迟到呢。我早读册我早读册的时阵住学校的附近阮同学拢足早坐车佫盘车去教会，嘛去学校足早。阮兜伫学校边我佫边晚到，拢困剩10分钟甲8个安尼这边拢无讲到，时间到袂佫讲最后邀请弟兄姊妹佫讲一遍，甲隔壁讲，你足重要的，台语堂袂当无你。好，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台语堂的兄弟姊妹会当伫即个台语堂诚做集体，互相来结连。愿主你做阮的头，互阮会当来结连第主，伫即个教会当中，我会当靠着耶稣基督你的疼，彼此来相疼，彼此来服侍，彼此来成全。彼此来鼓励，追求阮的信仰会当愈来愈合作，会当伫即个身体当中，成做你的车用，互阮台语堂的未来有主你的带领甲你的旨意，互阮伫台语堂，不止阮伫即个所在来学乐敬拜主，也会当通过兄弟姊妹的热心，会当来为主做工，传扬你的福音。来引带搁较侪人来认捌你，会当加入即个教会，加入即个身体，互阮台语堂将来的荣光会大过过去的荣光，荣光搁再荣光，安尼来向你感恩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